他们依然给对方准备了一份非常非常珍贵的礼物，要在舞台上进行交换。 我们要进行下面一个环节了，相信刚刚大家入场的时候，一定都有拿到一个爱的号码牌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抽取一个幸运的观众。14号在哪里？14号在哪儿？14号在哪里？哎，姑娘，你中奖了！在座的叔叔阿姨、奶奶，大家好，过年好。我跟尹峰和马迪是大学同学，我跟马迪已经有5年多没见了吧。今年婚礼吧，我也是不请自来。就我们这代人的婚姻吧，你说祝我们百年好合。 这是也不太现实，都太虚假，因为不太可能实现。所以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婚姻就不是抵抗孤独的仙丹，也不是解决我们人生问题的万灵药，知道吧？在你们在选择配偶的时候，一定要抱着质疑的态度，知道吗？看到没？伴郎，我前男友。但是，像尹峰跟马丁这场婚姻，这场赌博，一定能赢。谢谢大家。 别说了，赶紧走。哦，哎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刚好是我们提前彩排好的一个大的惊喜，大家说意不意外啊？跟你说了不让你来，你这里面到底是谁的呀？我先进去忙了啊。我妈走了。 你等我一下。开到门口来吧，我正好想送个朋友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前天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这不来告诉你了吗？ 节哀顺变，你也不要硬撑，给自己放个假期吧。想哭想喝酒，都可以来找我。放心吧，没事。墓地需要多少钱啊？需不需要我借给你？你不是说送个人吗？我跟你一起送呗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开吧。 这是不用介绍了，最近喜欢马甲口味的，品味变了哈。走不惯这车，我自己走哈。我还是送你吧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墓地打算借我多少钱啊？改天再聊吧。啊，改天去你们家聊。 妈，看到我戒指了吗？哎呦，这立秋了，这茶花的土啊就必须得翻，明年这根啊这一准就得烂掉。戒指呢，你自己乱扔在洗手台上。这个戒指你打算什么时候还给林雅？还啊，现在就去还。还什么还啊？不挺好看的吗？自己戴着。你不和人家结婚了，你留人家戒指干什么？好看啊。
你这脑袋吧，就看着还挺正常的，那为什么里边全部都是豆腐渣呢？像宁远这么优秀踏实的男孩，你错过了，你上哪里再去找？行，你就等着孤独终老了。你怎么一说话就放箭啊？在你心里这么差是吧？在我心里，宁远才是最合适的结婚对象。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结婚了？你不也没结婚吗？我还以为你能理解我呢。我没结婚是因为老天爷没给我这个机会，但是你不一样，你不能亲手毁掉自己的幸福啊！哎，行了啊，我都30岁了，这每天穿什么吃什么你都要管。你对我的爱就是没有界限感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再控制我了，什么都管。榴莲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你把我对你的爱叫做控制吗？你的爱里面都是控制啊，全部都是占有欲。自私，我自私。我辛辛苦苦把你养成这么大，我自私在哪里？来，你说说我自私在哪里？我爸谁啊？谁啊？我爸谁？谁呀？哼！我爸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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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榴莲啊，榴莲，怎么了，老师？那这个这什么呀？安神茶，喝了就睡啊，别胡思乱想。哎，对了，告别仪式是哪一天啊？他可能不需要仪式，要不然也不会招呼不大一声就走了。这是传统，办了告别仪式啊，这个心里就会舒服一点。定了日子告诉我吧。嗯，谢谢郎叔。8点了还不起呀？本来工资就低，你再多迟到几回，你个月白干了。烦不烦啊？这才几点钟？